3月11日，現貨黃金在昨日大跌後有所反彈，金價目前位於2895美元附近，因投資者獲利了結，抵消了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避險需求支撐，金價仍2900美元下方交易。黃金近期轉看跌，可能在未來幾個交易日延續跌勢，不過之後可能會出現一些避險買盤。今晚22點，美國勞工統計局將公布職位空缺和勞動力流動調查 JOLTS 職位空缺報告，是美聯儲高度關注的勞動力市場數據。預計這一重量級就業數據將引發本交易日金價大行情。黃金短期技術前景，從黃金日線圖顯示，金價仍低於目前持平的20日簡單移動平均線 SMA， 該均線在2910.00美元附近提供咗力位，較長期移動平均線在遠低於當前金價的水平繼續向上移動。從4小時走勢圖來看，金價面臨着繼續下滑的風險。20週期 SMA 和100週期 SMA 在2910美元區間提供咗力，而看升的200週期 SMA 在2867美元附近徘徊，提供支撐。不過，假如跌破3月4日盤中低點2881美元，金價可能進一步下跌。金價最新的重要支撐位和阻力位：支撐位2881美元、2867美元、2854美元；阻力位2910美元、2927美元、2941美元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